長洲4000年前已有人類聚居，非為搶包山嶺百年戲院的黃金歲月。長洲又叫啞鈴島，因為形狀似啞鈴，所以有咁嘅別名，係香港出名嘅離島旅遊勝地。考古發現長洲嘅人類活動歷史好悠久，遠在新石器時代，大約4000幾年前已經有先民聚居。明清時期，長洲發展成海上貿易同漁業重鎮，估計嗰陣時長洲嘅人口比香港島仲要多。直到19世紀初，著名海盜張保仔以長洲作為據點之一，傳說喺島上西南面嘅張保仔洞藏寶同避敵。呢段海盜傳奇為長洲歷史增添咗唔少神秘色彩。長洲玉虛宮，長洲玉虛宮又叫北帝廟，建於1783年，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。廟宇供奉北帝、玄天上帝。相傳1777年長洲爆發瘟疫，居民從惠州請嚟北帝神像，瘟疫就奇蹟般消退。及後為酬謝神恩而興建咗呢座廟。而家嘅玉虛宮已經係長洲嘅文化核心。每年農曆4月初8舉行嘅太平清醮就喺廟前廣場舉行。呢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起源於驅瘟謝神，包括飄色巡遊、神功戲同重頭戲搶包山。3座高達13米嘅包山掛滿印有平安字嘅平安包，參賽者深夜攀爬搶包，象徵帶來好運。長洲戲院，長洲戲院建於1931年，係香港現存最古老嘅戰前戲院之一，同油麻地戲院同期興建，被評為3級歷史建築。早期黑白電影默片時代，戲院入面設有現場解話嘅旁白員，為觀眾解釋電影內容。全院設有超過600個座位，全盛期經常爆滿。門外小販雲集，賣烤魷魚、話梅等，成為島上娛樂樞紐。票價從7毫子漲到1990年代嘅20至25蚊，見證香港電影黃金歲月。直至1997年，因為錄影帶競爭結業。呢段歷史同長洲嘅漁村生活緊密相連。經過活化工程，戲院喺2023年重開為長洲戲院多元文化園區，佔地超過38000平方尺，分4大主題：長洲文化館展示考古文物，啞鈴資訊中心展出歷史文件，1931影棚重現經典電影場景，俾遊客體驗拍攝。銀幕大笪地就係戶外草坪，放映電影同舉辦活動。而戲院大樓預計將會改建成中式餐廳，遊客仲可以參與工作坊，喺連理樹許願場許願，或者喺張保仔瞭望台欣賞島上景觀。呢度唔單止延續戲院光影遺產，仲可以俾人深度體驗啞鈴島嘅獨特魅力。